哈弗 H5 巨无霸王者归来，空间比大众途观 L 还要大，动力比本田 CR-V 还要强。如今裸车低至89000元，5.19米的车长，你能想象它有多大吗？比陆巡还要长的 SUV， 而且是坦克品牌打造的。动力总成是 2.0T 的，配 8AT 的组合，而且还是一台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，并且配备了一套分时四驱。除了这些，它还带给我们很多配置。本期推荐配置是2024款的 2.0T 自动四驱的创领汽油版本，224匹的大马力，380牛米的扭矩，最高车速170，综合油耗在10.03升。配置方面，像360全景影像、定速巡航、语音控制、手机互联等都有配备。新车落地是10.20万元左右，首付1分钱不用交，67月还本金1700元。新车落您个人户，4S店提车，电池电票。喜欢这款车的可以点关注，或者是视频下方留言。